針對膝關節痛，以下4種成分 MSM、UCEI、透明質酸、右皮筋的組合可能具有以下協同功能： 1. 減輕炎症與疼痛。 MSM 甲基黃酰甲烷提供生物活性硫，抑制促炎因子如 TNF-alpha、IL-6， 緩解關節腫脹與疼痛。 UCEI 非變性 EI 型膠原蛋白，通過口服免疫耐受機制調節免疫反應，減少對關節軟骨的自身攻擊性炎症。右皮筋 Daringin 抑制 COX-2 和 PG2 等炎症介質，增強抗炎效果。 2. 修復軟骨與保護關節結構。 UCEI 直接補充關節軟骨中的 EI 型膠原蛋白，刺激軟骨細胞再生，延緩軟骨退化。透明質酸提升關節滑液的黏彈性，減少軟骨摩擦損耗，間接保護軟骨結構。MSM 促進硫元素參與軟骨基質如硫酸軟骨素的合成，強化結締組織。 3. 改善關節韌化與活動度。透明質酸口服或注射，補充關節滑液的主要成分，增加關節抗韌滑度，緩解僵硬感，提升活動靈活性。MSM 通過抗炎作用減少關節腫脹，輔助改善活動範圍。 4. 抗氧化與延緩退化。右皮筋強效抗氧化劑，中和自由基對關節組織的氧化損傷，減緩軟骨細胞老化。MSM 間接抗氧化作用，降低氧化壓力對關節的影響。 5. 協同增效作用。右皮筋可能提升其他成分的生物利用度，例如促進 MSM 或 UCEI 的吸收。UCEI 與透明質酸聯用，從結構修復膠原蛋白與環境優化滑液潤滑雙管齊下。適用人群與注意事項：適用退化性關節炎、骨關節炎、運動後關節不適、輕中度膝痛患者。注意，需長期補充，至少2到3個月，方能顯現效果。若與抗凝血藥物用，需注意右皮筋可能影響凝血功能。嚴重關節損傷仍需結合物理治療或醫療介入。總結，此組合從抗炎止痛、軟骨修復、潤滑保護、抗氧化4方面協同作用，針對膝關節痛的多重病理機制提供全面支持。建議搭配適度運動，如游泳、肌力訓練和體重管理，以最大化效果。